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国防部真罕见证实讲，中共解放军的战力比台湾较强。佮讲共军啊犯台可能有人力作战啊、普设地带威胁、全面进犯等等有败退剧本。国安局长陈明通今日立法院表示讲，台湾有地缘政治、国际朋友支持等等四大优势，国安单位会料得其先，随着解放军的动态，甲乌克兰、俄罗斯战争的状况做随时的检讨。 中国同款无放弃武力侵台，国防部佮伫咧互立法院的报告内底讲，共军犯台可能有败退剧本。国安局长陈明通无啥意外。这是阳谋，不是阴谋。49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会随着中共的这个，尤其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革命，随着乌克兰战争的情况，对于剧本想定当然会去调整。 中国侵犯台湾败退剧本，除了包括人力作战、消磨咱台湾的战力、联合军事威胁和封锁，佮接纳离岛军事作战、拍指挥体系和关键设备，佮全面侵犯台湾。以伟大的复兴来攻打台湾，或者你要疏解内部的压力等等，这些我想就很难取得那种正当性。这是动态的，滚动式检讨嘛。这的确是动态的。对，当你公布这8套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只有这8套了。 是不是？我们要料敌从宽啦。国安局讲，咱这边拢有准备，不过军方真罕的证实，解放军的战力比台湾强，要有随作战的能力来反制。我们的优势嘞。 我们的优势，第一个在地缘政治上，我们有我们的优势。地缘政治的优势，对。第二个，我们在整个的国际的友盟上面，我们有很大的优势。因为我们在高科技产业上面，我们有非常大的优势。更重要是，我们是同岛一命的优势。啊，中国伫咧下半年召开20大，即疫情搁一摆升温，国安局认为虽然有人民怨愤，不过无串联真做大规模的抗争，研判是军民的权力地位未受影响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